土然然境内嘅生物好，水流游动向四边，经过生物乡、老干净乡过后，进入台湾海峡。这条主流冲14.3公里，流域面积18.8平方公里嘅河坝，看来除了廿8条台湾其他嘅河坝強弱冇乜嘅大眼。不過連接海水嘅交集處，只係有一段外鄉外土嘅故事，喺度嘅進行當中。新屋河出海嘅會所，10多年前是有垃圾，看起來惡糟糟。不過按多年來，你下鏡頭看出去，已經係幾片青油油嘅楓樹林，甚至係一隻新嘅生態保育區。到底你係用辦變出來，也係哪啲人去做出來嘅？從未來嗬，水無安太嗬。已經快15了。哦，今年15哦。快15了。係。去到強風，到辣辣嘅一條下，到新屋河出海口行來行去，車前山到中春橋2公坡，真無限度嘅人填下垃圾，記得唔係清潔隨人，唔係環保局人講，按專心嘅觀察保護，是為了順條了幾片楓樹林。한日做就係15年。唐老人家有講過，兩條尾就會有一片嘅楓樹林水筆嘅。不過來到了位來看之後呢，其實全部冇啊，係就因為嗬，呢個戰備道路愛開起來嗬，呢個水筆嘅就全部不能暫停去。差不多20年前哦，差不多20族而已。那我們就一群有興趣的一個成員啊，覺得就是說，這紅樹林啊，對我們的，因為大家都在學校哦上班哦，覺得說這個對老師、小朋友的教學上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。那我們就去發動來這邊做一個復育的工作。類似種法嘅車前山，雖然學會唔用不標準，不過做咧客家社農過後。每天年愛到兩地地圖，2公坡因為唔盤得家鄉嘅河壩，現代生態本破壞得。20年前開始關心注意，尤其對珍貴嘅水筆子，從嘉良市四村10個頭到兩下福州新港出現幾大片，都有幾條挑葉嘅痕跡。兩種生種對楓樹林地圖，珍貴嘅泰山植物水筆子，片名又按照嘉天樹、風海嘉檔。原生地係中國南方、台灣西部、仁土、婆羅洲兩個會所，主體部分就喺那裡鹿喊潭，樹皮就喺做顏料，對海水風風很適合。從唔係有種水筆嘅，呢海浪從北風踩家下，個大浪打過來家下，佢做係第一個，用喺呢度嗬阻擋啊大浪嘅第一個工程。所以你水筆的種有幾排，就像你海岸的長城一樣，哈，它有防禦大浪哈直接就打到人路上來的功能。就因為對河壩環境和個維護食物鏈前有好處，經過讓政府、香港所和個其他保育團體強下停手。你下新屋河出海嘅會所，已經有幾片楓樹林濕地。日本嘉良市挑葉復育嘅2公坡，看到10多年來辛苦冇白費，快樂嘅心情全部表現出來。不過呢一路行來，唔單止係學習長期平衝海，也係栽種失敗嘅問題。面對普通人經驗，還需要高度嘅耐心，讓做得去認真。好嘅朋友啊，咁你講，見2公婆要用白銀哦，是否挺閒嘅喎？當然有事冇事都照到啲開順啊，嗬，唔係啲嘅做嘅算嘅太極線嘅啦，嗬，就做嘅種嘅水筆嘅，到底要做乜嘅？不過按多年來嗬，我先生啦，佢真有心，特別係有遊客到呢邊來了，佢要攏佢解說呢邊嘅生態。咁所以嗬，就越來越多人呢來贊同我哋要做啱嘅事情。早期我係冇不懂生態，是我不良，哦，我不良對生態的執着，我是時機，
哦，俺就带俺卜龙啊到处去照相啦，哦，俺就看说，俺卜龙就告诉俺说，一傻在玩，你带俺来，哦，为什么某爱一起来玩，对生态一起来玩呢？俺想，哎呦，有道理了，俺就一头就钻下去，结果俺钻的比俺卜龙还要直走。哦，一些的虫它一定都先吃它的嫩叶，那你看这边的嫩叶心都会被虫就差不多就吃掉了，嫩叶一吃掉，它花就开唔出。从一开始完全唔晓得到完全投入，列下嘅车先生除了对两位服务生态，平常还对林务局担任森林嘅解说人，积极参加环保嘅心，一啲都未冇受补养。实体档随时看到嘅照抄蟹，对台湾海参有10种，但像是两位就占了6种。两只脚太细冇强壮是公嘅，强壮细就是马嘅。全世界总共有62种，海这类出没在枫树林向海嘅位所，外观还为天然环境事件来辨识。习惯看得空度，每本作者未做得专业挑保湿，因为列下海岸服务唔会难。正规嘅鸡数量已经比挑白多。你这里看，最近咩有人啊？看见个嘛？哦，钓螃蟹。系啊，你看啊。钓螃蟹哦。哦。佢哋就吼，做乜拿定條紅嘅吼，熟嘅啊吼，讀地隻棍嘅，下背咯，佢做乜釣一啲培豬肉。也係釣一個雞肝啊！佢做咗嚟就入邊。用煙來釣。家姐都有。係。佢做乜嚟釣螃蟹？釣嘅螃蟹吼，時常喺度講啊，佢做乜講吼，係勸導係嗰啲遊客啊吼，係佢冇釣啦，因為佢釣到之後啊吼。食唔到啦。也食唔得，唔過嘅吼螃蟹嘅腳骨啦，都直接會斷體去。保育環境總係有困難。尤其前少嘅照抄蟹，因為電影聲有聲音，從頭本好奇嘅民眾做起來搞，造成前冇簡單學起來嘅生態本傷害，係車先生梁公婆最艱苦嘅事情。記得除了前兩天吧，每次做得希望大家加強保育觀念。先生，唔看，哎，佢隻，有冇？粗腿利眼招潮蟹。哎呀，佢鳳腳嘅隻。往年很少看到有這麼多隻呢。係啊，自從親手看到啊，今年好像特別多嗬。你看入邊一隻，一隻，嗰邊有冇？冇看到母嘅呢。有啦，忙做出來，嗰邊一隻啊。梁公婆從成年嘅強壯嘅熱情，投入對家鄉生態嘅愛，開起來點點，不過記得前景當歡喜。到成功服務幾片楓樹林過後，實有部分嘅人爭議。雖然有前好嘅摸蟹生態，不過係未會對河壩造成危險。唔好去做太公車，唔好去越機嘅河壩，嚇，唔好去天通機，係講咧重到咧自然生態，即係咧河壩嘅兩片咧按種嘅時節嚇，係上冇乜破壞嘅問題啊。更加要則講，你一種好綠化，你看到哎，你係關鍵按正嗬。因為到河壩出海橋嘅挪威症狀，車先生講，兩位嘅楓樹林唔但將唔會造成河壩赤道，還做得停少當年海浪撈風沙。不過維護環境畢竟做唔得一時部分人，讓人嘅生態觀念未曾重要，尤其基礎教育。除了對海參、河壩研究了條生態，其實平常未曾摸限嘅車先生、鍾先生，未摸唔記得，留記到了10公年嘅經驗，帶到生活地圖，從了下漢地嘅教小學嘅鍾先生，按多年來就得上課嘅時節，留了條海參研究出來嘅植物生態，教本小朋友。對，你按怎嘛解？水筆咧，你看那隻水筆咧，真神奇哦！你係一條水筆嘅，錯冇？一隻水筆的，兩隻有2條水筆的。古時呢，人有雙胞胎，對不對？水筆的沒有雙胞胎，
你看过吗？有看过吗？没看过啊，没看过，没看过。你看，经常拍了这个相片给你看了。也係咪係冇係？還記得冇，小朋友？記得。哎，是吧？唔過講客話，你就我講，用白講假名，我乜嘅名點嘛？我太極拳呢？你看佢腳骨，係咪穿太窄？有。所以你就我喊佢太極拳呢？太極拳。跳起來，表下衣，跳起來。表下伊，唔，即個係知道講，即個國家，即個家鄉有按特殊的生物的多樣性，你無從學生係細細注意灌輸佢按嘅概念，啊，這都佢睇咧哦，就會對即個家鄉嘅那一份情感就會冇安全。將對環境動情嘅愛，用身體實際去維護。中先生未3萬教育下一代，愛特生人充實愛自家嘅家鄉，愛自家嘅地圖。可能老老公兩三人看起來是係當時嘅力量，不過冇怪人有冇後悔嘅經驗力，情節唔單將對突然回順，可能對很多猥瑣。未會有強烈嘅故事很難出現，和保護生態觀念，未會本見內見到人認同，本見內見到人支持。夏天山種春秋兩公婆講，富有15年嘅水筆咧團走潮海，如從15歲嘅新人嚟享用，係本人鬧戲也算本人上海，如從自家嘅新人咧本人綁架、本人欺負，安尼非常嘅心痛。也兩沙同其他嘅保育團體，向下為生態打拼，都係希望下二代有更好嘅環境。更加以為一些成果，因為也希望大家向下來保護菜地之美。因為很唔珍惜，外國看到都唔知會等到乜嘅時節咧。